預知未來。手動洗牌徹底打亂順序，確保冇貓膩。冇白牌先講結果，先開莊。閒寶牌，講係莊贏，冇錯吧？好再來一局和局。和局冇錯吧？下把開閒，閒8點又中咗，再嚟仲係閒，再嚟係和局，7點和局好準，幾局唔中唔可能係運氣。最後開個莊。想知點解可以預知未來？請關注我。